各位乡亲大家好，又到了停通的时间，我是今日要教大家运动的阿凯先生。等一下要教大家做的是肌力的训练哦，也慢路停顿先生向下来运动哦。肌力训练呢，如是哪些把有重量的东西，可以是保特瓶装水，也可以是自家身体的重量。每日来做18训练的动作。做乜嘅動作呢？等下阿凱先生會做俾大家來看哦。開始運動之前，我哋要先來做18動作，俾我哋身體熱烘來哦。也慢路停頓先生向下來做哦。第一個動作，一隻腳向頭前，讓體內烘；另一隻腳呢，後背一隻腳彎下去。我兩隻手向頭前一隻腳順下去，好，停一下，差唔多1、2、3，回來，好，彎腳，彎另一隻腳下去，好，後背一隻腳彎下去，身體向頭前的腳順下去，同樣哦，1、2、3，停一下，好，回來。好，我哋要按呢做，好，換一擺哦，順下去，好，身體慢慢啊，下去，1、2、3，回來，好，彎腳，順下去，好，1、2、3，好，回來，換一擺哦，順下去。1、2、3，回來，好，一隻腳向頭前，扶下去，好，我手順下去，1、2、3，回來，好，下一個動作呢，做的時間，你兩隻手向體內烘，標準，慢慢啊向頭前。都按你如何的哦，好，做的時間你師傅向當高，順風來，回來，順風來，回來，好，嘛可以按你哦，順風來的時間你手慢慢啊向你的腳行過來，好，行去頭前，慢慢啊行風來。行去頭前，慢慢按呢行空來，可以按呢做看下先哦。等一下要做的動作要準備18公斤哦，也慢我哋試一下茶，休息一下，向下停頓先上來準備哦。也慢要教大家訓練呢肌力嘅動作係練我哋減緊嘅哦。好，等一下從阿凱先生來做看下先。好，慢慢啊練習，停一頓路停唔上路慢慢做路好嘅哦。頭一個動作，我哋先跪下去，手向體內烘，師傅向當高，按你烘來。做的時間，頭拿向體內烘，手彎下去，慢慢啊做，烘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無力的話，唔可以切條開體內烘，你嘅手向樣標準，頭拿下去按呢1。慢慢做路好嘅哦，2、
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下去的时节，迄用个头拿向天内方下去哦，唔免用个胸膛下去哦，胸膛下去会变安尼。1、2，安尼话练的地方，你唔免用个减紧的哦。好，来做一摆。我先做唔错嘅哦，做唔错係安尼，胸膛下去，放來，好，下一擺哦，做唔錯係安尼，胸膛下去，放來，錯嘅話係頭拿向大下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安尼做。等下我哋揾下一個動作，我哋可以拿一個保特瓶，好，底部可以倒水哦。太乾呢、細乾呢都可以哦。有啲嘅話可以拿太乾呢來做。呀，保特瓶做嘅時節，好，我哋可以開天內風。做天內風都可以哦。好，保特瓶拿風來，用你減緊蛋糕，向你頭蛋糕送上去。好，慢慢啊下來，好，送上去，慢慢啊下來，好，送上去，慢慢啊下來，上去嘅時節。頭去，下來時節索去，頭去，索去，頭去，索去，頭去，索去。好，有啲動作嘛可以一隻手做哦，一隻手做亂嘅，索去，頭去，好，穩數，索去。頭去，索去，頭去，好，安尼練起來話可以穩。另一個保特瓶放下來，你個手向兩邊打開來，1、2、3，慢慢做就好嘅哦，唔好太急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也係開天內風做嘅，嘛可以。站蹲安尼做，咁樣嘛可以哦。1、2，慢慢做就好誒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咁樣我哋站蹲嘅話，可以按嚟做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
好。也如係我哋練漸進嘅動作哦，吼，做嘅時節慢慢啊做落好誒，唔好太急。你漸進有力嘅話，拿東西壓放落嘅時節較有力咯，吼，有限嘅時節要停頓先生放下來做哦。等下如停頓先生放下來後新嘅動作哦。一萬要開始教大家做我哋肌力嘅訓練嘅哦。等下，我哋要練到嘅地方係我哋背囊、手、臀，我哋嘅腳嘅力量哦。先生，等下要慢慢啊做，大家慢慢看吼，慢慢好如何嘅，唔是做太急。一萬，我哋要拿兩個保特瓶，有力嘅人可以拿大罐嘅，無力嘅話可以拿細罐嘅哦。啊，保特瓶底部要裝水哦。好，等下我哋做嘅時節。保特瓶手拿盾，用身體的兩邊。我哋嘅師傅向後背，背囊要綁緊哦。向後背下去，好，手柄下去，我背囊出力，帶上來，一，好，慢慢綁下去哦。二，三。四，好，背囊臀的都是綁緊哦。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好，記得咯，係你背囊先出力，唔係嘅手先出力咯。好，手出力會變安尼哦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背囊出力係安尼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放落嘅時節，頭起、下起、縮起、縮起、頭起。縮起，頭起，好，慢慢做落去。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。也係動作咧，係練我哋背囊嘅動作哦。等下彎嘅動作，同樣要拿保特瓶，好，同樣。可能嘅力量可以拿大罐或細罐呢。一萬個人做嘅時節，同樣嘅動作，保特瓶用兩片，好，你嘅手放下去，師傅向後背送出去，好，手向後背傳出，好，啊，放下來安尼，好，我哋開始嘅哦，一、二。三，保特瓶向後背向襠骨傳出，好，歸來，傳出，歸來，傳出，歸來，傳出，好，慢慢啊，不用歸來，傳出，不用歸來。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。做嘅時節，有要順嘅話，可以按嚟做，兩隻手壓過，好，手按嚟放下去，保特瓶放下去，壓上來，一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
是。好，等下我哋问下一个动作。好，下一个动作咧，做嘅时节，手腔用并减紧一片。好，脚一只脚哦，右脚向后背，顺出俯下去。上来嘅时节，你嘅手向当高，一并下来，俯下去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稳手稳脚哦。好，同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好，慢慢做入去哦。做嘅时节，你嘅手无力的话，你无拿保特瓶的，唔可以用嚟做咧。向用脚向后背伸出，手安尼并蹲入去，屈下去，硬放来，屈下去。硬放来，好，手并下来的时节，身体慢慢啊屈下去，放来，屈下去，放来，好，慢慢做入去哦，好，也如係我哋根本你練我哋肌力嘅動作，練你背囊，練你手同你腳哦，好，無力嘅話可以拿細罐嘅保特瓶，好。無那嘛可以哦，看你能力來做如何誒。一萬我哋愛來做本身體變強壯嘅動作哦。好，我哋開始來做。向用係我一隻腳，向天來放。好，兩隻手俯下去。好，俯下嘅時節，頭前一隻腳，順勢歸來。好，慢慢啊。好，向用唇齿歸來，好，慢慢啊下去，唇齒，好，慢慢啊下去，好，好，彎腳，唇齒歸來，慢慢啊下去，唇齒歸來，慢慢啊下去，好，唇齒歸來。慢慢啊下去，好，彎腳，好，做第二種哦，好，同樣係按呢嘅動作，一隻手並喺頭拿當高，好，手並蹲向當高，轉上來，慢慢啊下來，轉上來，慢慢啊下來，轉上來，慢慢啊下來。好，轉上去，慢慢啊下去，好，我哋彎片哦。手向用並頭拿當高，轉上去，好，慢慢啊下去，轉上去，慢慢啊下去，轉上去，慢慢啊下去。根本你教大家嘅動作，大家有學會冇？記得明日向下停頓線上來運動哦，你嘅身體同精神也會更來更好哦。停頓，我哋下次見。